大家好，歡迎收看《福氣來了》，我係 Rita 林玉婷。今日 Rita 喺節目當中，愛撈所有嘅朋友，大家共下來學習新嘅知識。你講到嗬，其實婚姻加共成人呢，算係人生再一次調理身體嘅好機會。今日喺你嘅節目當中，邀請到兩位談人來分享呢度產後護理中心當場專業秘書來到屋企，用愛冇強弱，還夠用奶豆嘅自信，老大家分享哦。所以 Rita 自己咪當期待，因為我咪係做媽媽嘅人，我啲共成嘅食材冇簡單，媽媽快樂，佢家家庭氣氛是會好。當然爸爸咪當重要，你會變成神隊友，錯冇？好，細細嚟分享呢兩位談人，首先來老大家介紹搶天嘅產後護理自家嘅董事長童鳳儀董事長到節目當中來分享董事長。大家好，我係今天嘅產後護理自家嘅董事長童鳳儀。分享，三下來分享，也係我嘅秘書，也係有娛樂嘅我嘅秘書莊鳳玲姐。大家好，我係莊鳳玲，十分歡迎來參加呢個節目。來分享兩位談人，我係向兩位欣賞嗬，因為呢，記得看過當多嘅媽媽，當多嘅翁啊，當多嘅家庭，本係個當多嘅幫助。對呢今日嘅節目是希望講，加油兩位嗬，推薦大家哈，本大家啲遇到嘅知識啦嗬，一開場大家就會講，冇幾人多，你係秘書啊，你講產後護理中心、月子中心大家東數，不過頭擺是談講你所做你嘅。所以係咁嘅意思，唔是談過你的秘書我自家啦。你的秘書講起來就係你所，然後你的中心護理師之間的一種嘅角色哈。所以做嘅服務嘅範圍呢，就從你所做嘅服務，你的秘書也要做到。你的中心嘅護理師，然後產婦做嘅服務，你的秘書沒有學到呢方面的專業，所以相關的課程、訓練、證照，就要去參加、去學習，掌握有安尼嘅知識，去留做嘢嘅人服務。哦，你講做嘢有嘅，第一個就係愛照顧翁仔嘛，照顧翁仔同埋細神，也係安尼有嗎？有，像避孕，避孕用嘅撲談，用嘅知識，也係講含乳的知識，個細神用嘅細神、反身，充電到奶，水溫一度吐，細個按用嘅作衫，按用嘅準備，按用嘅肚臍護理，也係尿布疹的護理。甚至於他的反射動作，他的視力、聽力，抓握反射，然後也會有幫他做抬頭訓練。那嬰兒按摩、嬰兒瑜伽都是我們去學習涉獵的部分。那當然也不是說絕對每一種都是每一個人的專長。不過大家都多少會有去學習，有受過安尼訓練，都不卡去到產婦服務的時間。運用到成人嘅身上，看到其他的因為安尼健康因為安尼嘅服務有安尼成長，也當健康，也就會安尼嘅成就感。哦，韓國當初咧講你要做生嘛，因為做本媽媽生，幾張有呢做得起成人咧。不過你自家就會來批菜一條，因為我哋產後護理中心唔會有營養師來批你哋嘅餐點嘛，冇出同老闆合作嘛嗬。古說安尼，自家就會，物嘅就會好，也係你嘅秘書。所以像廚師嘅證照，保姆證照，也係講芳療師證照，還有相關的像中醫的穴位的課程，嬰兒按摩、嬰兒瑜伽這些課程都是我們做得去了解嘅。那個因家提到主持人家提到嘅一連串嘅部分。我哋都也會學習到像主題講，乜嘅食物係涼嘅、熱嘅，大家也知啦，熱的人做唔得是涼嘅咩？看熱的食物其實是嚟有時產婦嘅體質冇一定適合，佢按樣嚟去做調整，有時排便無順，也係講有懶惰，也係有乜嘅其他方面嘅問題，我哋都對食材上做調配，而且是隨時。
那月子的食疗的部分，其实也是占很重要的一个角色，要有分集团的啦。第一集团以什么为主？第2、第3、第4分40集团。哇，俺行落实在都冇简单，要做嘢都必须会学动作吼，还会考证照吼。咁呢系一种选择，我想有前度身边嘅朋友们，因为可能去用第2胎啊、第3胎，就是讲眼盘的让我成嘅分开，我是强嘅都必须豆腐卡。咁哪有一种呢？从Rita第2胎，我是去做嘅中心，咁系哪有一种嘅？我系用享受来讲到了，就吃补，因为我起到讲，用人享受的感觉，没以后妈妈有被照顾的感觉。我特别强门了解帅气的爸爸，你从爸爸的角色怎么会成为护理之家的董事长？有冇想要来做用人嘅产业？我去到了产业算是下快乐的产业，因为自家有2只小屋，但我不用嘛，这那种做200，所以我去到了产业当先去，做照顾当到人，所以因为用人自家是可以见热种。用人吼，所以这个来创立了你的重心嘛，你有看到现场有俩电影下的腔调哦，俩你都会感觉有一种抚平温柔的感觉诶。腔调的一般人就为这本书按照青鸟嘛，所以腔调本当中人有只技术的印象是追求幸福。所以我哋用了只意向做出发，让我哋的理念是相近的，所以我哋是用了做一张我哋的 logo。哇！啱像喺大陸影，因為變到東幸福嘅，咁你自家就係找個強兩界啊！我想做讓我不用參詳。所以今日講到，其實用爸爸嘅角色來看做嘢呢一件事情吼，我想都冇強用嘅，因為你講做爸爸，然後做媽媽，其實本來是冇強嘅，媽媽是冇要放音嘛，跟爸爸是啲雙向講加油加油，出力。要聽詞呢，聽溫柔圈，所以嗰種嘅心情係完全冇強用嘅。確實，尤其客家人下從南聽，你自己會安樣冇？我下葬啦，尤其啲後生人其實佢下南偏見，所以一般下傳統嘅做嘢，尤其是來自於上班，反正是傳統什麼一直做嘢？他就寫我是跳到卡呢，可能啊，佢嘅家官讓照顧，可能冇事講一下睇到我，其實是下錢財啦，所以兩下一種其實本工本下要，但係我哋一種下強調嘅係全部卡嘅照顧，所以我哋老傳統嘅一種比起來，我哋有爸爸嘅自助早餐，還有大寶友善，所以佢下午想講，因為我2隻小提家到強到天家嘅時節，佢台是條本我這圖，我去到去安台，我想發覺講，佢短一講嘢，其實佢心度其實還係有隻分離焦慮，所以我去到我在青田醫院，我希望講下全家嘅照顧。哇！你係呢一種心情嘅嗬，其實講到你係大家會知道講，其實兩種現在都當好嗬，假如乜嘅冇強嘅分別嗬，係就簡單，幫大家看隻圖卡，婦女真要第隻圖卡係講，你係講到屋卡服務嘅時節嗬，你睇睇個準備，你需要用到嘅東西，群眾應該有冇係嘛？係對，係，像隻杜行呢，就係到產假嗬，有啲屋企人本身就有啦，有啲冇。冇嘅部分我就會帶過去，因為咧接送又會用到。喺我哋度下線之後，其他係會用到嘅東西，我哋度就會建議商家買起來。自家買，因為用得到嘛。係對，像啲杜講嘅時鐘咧，其實係因為我呢年啊，也係幫鳥群嚟度，我會注意佢嘅時間，所以我會變一隻時鐘到我接送去看。注意嘅一個時間係唔係正常嘅時間，所以我會帶定一隻時鐘啦，嘅食堂呢，就係你客家人做嘢有一隻傳統，就係做太鳳草，你太鳳草嘅準備有到客傳統嘅一些
洗澡的错觉，哈啊，也有也较进步咧，用药包的方式，哈，而做太风错，分给产妇洗身洗头啦，所以我哋就会准备安尼个太痛的，那痛的有时我卡也会有啦，哈，所以要看有需要冇。哦，按你讲了，你做嘅方式其实含有人客家味哦，用太风错啊，哦，因为安尼也都客家种啦，客家人对做嘢也较重视，但也都好像餐盘时候，我即加想讲，还小巧精致的位哈，本产妇看起来也心情愉悦的进餐，啊，总食物也较拄好，啊，唔会太盘的安尼重点，哈，所以我准备。古说按多的东西，其实就讲大家。你上身饭，你听说要用到，你食饭，你洗몸，你洗身，一定要用到。韩国当中要兼顾客家嘅文化传统啊，就用台风草本大家来洗身，希望工作在顾到你身体内部没有人照顾到。等下多种咧，你技术来了解，无论系请你的秘书，也系到产后护理之家，因为发觉讲，两种各有各嘅优点，韩国你要乜嘅做得咧学习嘅呢？第一下技术进来你嘅节目当中来。所有朋友真的福氣來咧，我係 Rita 玉天。今日呢啲節目當中，來到大家分享，共生日以後，媽媽當重要，身體要調理好，讓做得繼續本家庭帶來美好嘅氣氛，做得照顧屋企人啊。所以你喺時節，你照顧身體當重要。今日啲節目當中分享到，有專業秘書，韓國你專業中心是係所謂嘅產後護理之家哦。頭先你看到係講邀請到你的秘書來到屋企，佢會帶到東西。來到屋企來讓服務，是係本意做得定義當熟嘅環境，唔是離開屋企。唔過呢，原因是我報復訓練，我是去大盤點解感覺，也是係產後護理之家嗬。實際技術來分享，兩位大使。來賓好，你好，幼稚爸爸啦，幼稚媽媽嗬，兩位呢係真見咧係專業咧談人啊嗬，家下你看到逢年正義可以上你愛帶嘅東西嗬，實下咧你來看咧，一上盤點起嚟啦嗬，來到大家分享一下。我哋順線可以去年2月份人可以就開始上年下，咁我哋東西順動車，其實咁兩面窗啊。松蓮啊嘛，像甜筒誒，所以你還有像嗰種誒媽媽嘅衫啦、細佬嘅衫啦，所以其實款住隻卡巴唔是自家做得來帶咧，其他嘅東西像我都要準備好咧，年乾兒啦、牛奶啦、尿布啦，全要送。然後全部是包含的地圖，全部包，好是唔是講用太聲音呢？是手忙腳亂喲，是你先喜好為咧，慢慢是啊嘛改樣賣車了，轉到屋卡就是一個無縫接軌，真係有冇？聽主持人講嘛 ，Happy Wife Happy Life，所以讓媽媽照顧好，讓細佬照顧好，讓爸爸照顧好，我除到啱啱對嗰隻寶寶其實會當好，佢會感受到嗰隻心情。係，你講到隻重點嗬，你既然講要照顧媽媽，係講要超過一個成日，頭先係要講成日是講其他嘅大寶、二寶啊，要照顧好。我前上已經講到爸爸，所以你下爸爸談到人時講，永遠重視愛咧。剛才講到老爸爸未照顧好，兩班已經講。爸爸其實嘛當辛苦。當然講，尤其體質細佬嘅時節，因為生咗細佬，你嘛就開始學做爸爸，學做媽媽。大家要做嘢嘅時節，大家當注重媽媽，用細佬身體。其實爸爸嘛，爸爸其實冇本人重視到，其實，所以我就是嘛就特別做一隻爸爸嘅buffet早餐。佢做來食早，係你下全省熱中我都係體檢咁樣做嘅，因為我知道，既然係我做爸爸國出去可以嚟見，我知道嚟見睇爸爸正氣嘅啦。佢爸爸是咧，你看到咧畫面是爸爸是日式早餐係冇？也係月子餐。
哦，你做热菜，等下你我冇看过，因为做热菜呢，即係我大家分享一下。係，因為我哋特質禮拜五嘅暗晡啦，係老傳統嘅種嘅嗰個月子餐冇強咯，我出，你看像我哋就出了啲像嗰種日式嘅啦，還有客家嘅啦，客家嘅做嘢，原住民嘅啦，嗰啲東西。就就是本意講，除到講，因為我講專門就係，我就等於就專門食肉啊乜嘅東西係。我都好奇嘅，係講我是客家口味嘅做嘢菜是乜嘅？介紹。係，佢就等於冇食酒嘅話，佢就冇能來啦。係。哦，所以你係冇強嘅口味，本媽媽食嚟時節嘅心情嘅感覺冇強樣。係。食到咧餐店是要出過厲害嘅感覺。佢可能會特登禮拜五是會想講，佢基本唔知會食乜嘅東西，但唔會先留佢都講。哦，你係想 surprise 係嘛？因為我哋就自家嚟做客，就自家嚟廚房。自家做。係，我哋為個廚師係嗰種嘅機艙貴賓室嘅台廚。咁講係當福。一種嘢所行愛，我哋一種差別是留佢分工啦。哦，分工。係。一方面，你都要把父母當到嘅sản婦，當到嘅家庭啦。係。該愛做你的別墅嗬，其實擺是專心對一家。當厲害。係。不過乜嘅是愛呢？所以你係你的重心，你準備嘅餐點要各式各樣嘅口味，要特別請台廚師來煮啦。係。哦，你係咪算一種客製化嘅？係，兩下就到媽媽記到就深夜中家下記到當重視兩點。因為我諗講自己當重要，你食得了，身體養得健康，你可以講食的東西實在是唔管個動艱苦。係，老祖先分享嗬，佢就到比如講下傳統嘅，佢就到下種下地方。第一做強勢，我其實學生是比較解啊，已經是去咗，去到會驚。我曾經喺韓國，我係親戚，是要發生咁嘅事情，所以後來佢唔敢去介紹，因為佢做嘢實在食到驚。係，咁所以佢的爸爸嘅立場嗬，就是佢辛苦啦，佢家幹唔想炒啊，夾中間當艱苦，所以我做嘢做埋就咁嘅貢獻。哦，冇講啊，兩沙冇相抄啊，所以唔是互相麻煩，你倆會啷做，跟家下講到當佩服了鳳玲姐嗬，家下你看到了有客製化各種口味哦，跟鳳玲姐你自家準備嘅餐點呢，有哪啲特色嚟啦？大家分享。我哋特別特色呢，嗬，早午餐會提供的哈，個還有點心，本產婦一個小確幸哈，是甜點啊，也係幾好吃的一些小點心，個還有個茶飲，養生茶飲，哈，我哋都會配合產婦嘅體質來做調整。哦，一係唔自家去買，唔自家做啊？買一部分我哋會建議家屬去買，哈，公司也有配送，哈，就看產婦佢家嘅個需求，哈，我哋都也有。喺有方便手權都有賣嗬，也會去推賣啦嗬。也就服務上咧也較唔問題嗬。重點係佢個體質咧較適合什麼嘅食材，就體育嘅要地道，咧就食材嘅營養，要學到位啦嗬。用呢方面嘅營養本產婦去調整，調整過後其實產婦係體質好，營養好。生人的食的母奶就會是很健康，就會很營養，對，也很均衡，這樣子對下一代對寶寶的成長沒有動態嘅好處。哇！我真嘅種上鼓勵，因為我知道嗬，兩位講出來嗬，就有黏黏嘅愛嗬，真嘅用心良苦嗬，感謝真嘅愛同人照顧好身體，人將做得照顧貴婦家境嘅，也係真實嘅，而且媽媽行係真嘅冇簡單啦嗬，人看到嗬，家下有大嘅有細嘅，我當皮膚嗬，人現場還有看到樹，有看到樹哦，你繪本呢係唱天嘅，你都特別自家做嘅繪本。你講到你係講閱讀當重要嘛？哈，像我自家老成嘅，我就是會陪孩子一起閱讀。咁你都做乜嘅？照顧安多嘅家庭咧，喺外頭做繪本咧。我知道你下做事情，肯係會傳遞點自家嘅思想。我知道你下就去後生嘅當唔敢講。知道講強自家就開當衝啊，冇事講哎喲，我自家個個都當好。真是咧，有看到我開蛋冇當衝。
所以我希望传一只观念是讲，唔係講西歐來配你樣擺，係講你就機會配西歐去看一個世界，重新慢下來去體驗一個世界上的樣擺人，係唔係講像你講西歐係你負擔，所以你慢下來重新看的世界，你嘅心會下冇窮咯。所以你回本，按照想讓你窮下。係做一種生命教育哦，係差唔多是咁嘅意思。實在有成日咧，我知道咧係生命當中最暫嘅禮物，咁個相對家講到責任，當然係大嘅。咁個你要有愛心，要有耐心，咁我接學該理智現實團體，嗰時係罵人咯。呢是按你使用到機會是增加啦。所以談來我想董事長分享嗬，一路走來經驗身體經驗。聽人講開始聽，哎呦，所以我要動心。不過我做咧聽取到當快樂，目前做咧聽當快樂。哦，咁你都咁要先嚟買爸爸俱樂部，再練習一下。我都做得也方向去行嘅。本爸爸做得吐苦水一下，因為從我都做媽媽呢，哦，我都屬於媽媽嘅群組，嗬，大家做得互相交流喎，嗬。嗰時候剛才喺談到咧，馮玲姐喺啲分享嗬，你真見出落到一間屋卡，去同佢服務嘛，嗬，家講到你照顧生意。唔講唔真見落到你嘅屋卡同嘢仲是冇共用，哦，你係去咗讓你準備好，乜嘅小分工都當住嘅地方大，好，那是專業人調理飲食安水嘅時候咧。唔過中間中心可能不是屋卡含有單位舌頭而無限，真見永遠中間係呢樣嘅。有一個你去做嘅時間有性格啊，有一個屋卡嘅文化，咁有乜嘅冇調和嘅地方。有辛苦的地方嗎？我知道較別扭的地方哈，所以有讀到像講有性侵的前科的家庭，那種精神病的家庭，這個我就會害怕，因為當我一個人，譬如說要去一個人在某個地方的時候，就會有點擔心。所以那個屋卡，迄講有讀到有那種精神方面問題的哈，還有就迄講嘅產婦一般。更年過後，細胞人嘅荷爾蒙的改變啊，還有他面對一個新生命的到來，他還會有壓力嘛。那這個尤其是第一胎的媽媽，那在面對這種生活的改變、新生命到來的這種壓力，跟荷爾蒙自己自體的改變之後，可能會有一些憂鬱症的問題。啊，而係講有兩方面的問題，我哋都要做一個從心靈的引導，嘿，要用愛來幫助他，嘿，陪他走過這一段。其實我真見我自家講生嘅以後，我錯有得活最好，這是很正常的，因為太多的壓力，你睡唔飽，或你身體冇鬆手。但是我覺得還是真的很需要旁邊人的支持鼓勵，因為中心有的會有課程嘛，讓媽媽們有一些手作的課程啊，等等啊，哈，我睇下作為交流啊，這個東西啊，你都屋卡去吼，你就直接到面對面對，啊。一般安尼得到即講佢係有心願安尼啦，哈，個安尼用安尼嘅專業留佢引導，哈，個屋企人嘅部分係就會留，尤其係做勞工嘅人，係會提倡，哈，像講見比下做就會做，按做嚟家人帶麥嘅做嚟本萬兒室，本人太太室，哈，也係講大家咁樣講其實我是麥嘅內門，聽講你去市場上身晒帶進來。聽你做人係每天講嘢係係人家用帶嘅嚇，我都落產婦講，你看人家用當相呢，佢貼片買兩本嚇，佢會知道講當歡喜啊，有書到從事。對，咁所以也講到好，除咗有愛心嚟做一件事情嚇，無論你係到專業中心，也係像念書啊，念啲筆書，來到屋企啲講，大家全當相依當愛依當結情誼啊！我家下談到兩位分享，我就當感通，祝福兩位無論大家事業嘅方向係乜嘅，全部順利利，同恩繼續照顧當到嘅家庭，是嗎？謝謝。好，等一下呢，行我連線到英國海外來談開無共用嘅文化哦，呢一下繼續到陣來補起來咧。
Rita 真到呼吸来嘞，Rita 今半夜老大家强下了好事无？婚姻家共生意后做嘢有到知识到，还有到智慧的了地度吼。其实下来来参加今咪现场吼，来到现场了解了谈音吼，你了呼吸一米咯，我请问你到哪些系你爱做新手妈妈、新手爸爸下定的最好时机？你先来参加，你青田月改痛风一痛东四中。而且人家网络动风片，你。电到即家就信号，甚至你还网友信号嘅时阵，你是做去避年来，你就是查讲哪件评语下好啊，或者哪件系你想爱去嘅地方，你电到这个时阵你是夹夏天，你好嘅你种当做是不应停在去咧。所以你是讲，等下准备去，我在备孕的时候，那是走一起参观就等你朋友。嘛要做嘢中，你来去老去当地嘅时阵，看见嘅时阵就看见房间啊，某个东西，看家几件，你就去讲哦，你是定想要去哪件，是做到夏天。那就很厉害，你还爱提白糖豆，在备孕就可以参观了哈。哦，你系一种本自家先做功课，因为你爱落去带，你爱。到自家，让你按下教本一扎专业嘅冲所、专业嘅护理医院，你当然要先了解，都可以建议。咁係講專業秘書呢，你都秘書，婦女建議，你建議講哪時做得讓夏天呢？其實拿到媽媽手冊嘅時做得夏天，啊咧，就像剛剛董事長講嘅，就網絡也當發達啦，哈，他家做得上網去查。看那只公司合法的哈，各位合法簽合法的公司，個對方搭只像我哋度公司的一個秘書，搭只都有評價，也做得去參考，看那只較有一個較適合的，然後公司聯絡，公司會安排到屋企去做面談這個部分，面談就做得互相，看有隔意冇安尼。嗰種也係有公司化嘅一個秘書啦，哈，有啲係私人嘅出去咩就加入睇下手機啊，哦，了解。也出喺台灣嗬，也係人講反而愛做嘢嗬，當從事人身體嘅健康。唔過國外呢，也係咪千多人講一天愛來做嘢咧，真會後生，真會健康，真會快樂嗬。你係你係練線到哪位？練線到英國，你係開山建立。佢理下啲英國，等陣我同大家嚟分享海內外創業文化嘅差別咯。Hello， 海山嘅您好。嗨，大家好。哇，而家都英國呢？係啊，我啲英國咯。今年你早順章兩圖，一場人。真係冇簡單嗬！應講嗬，海內外做嘢咧，聽說冇強。其實嗬，海外人講歐洲啊、美洲啊，其實當然係冇做嘢安尼嘅想法啦嗬。唔過一下，你係啲英國同人做嘢咧，係冇？係，錯。啲英國要知道個台灣同英國安尼，但相來比較嗬，有冇冇強用？前睇冇強嘅地方冇？英國愛講。啲國外學嘅就會婦產科，佢講究講吃鹽供應嘅方法。古時當到人家就講華人呐，哈東方人愛做嘢嘅話，哈，佢就其實會有些強啦。講外國人嘅骨盆咪較大，哈，人家就啲台灣婦產科檢查家下，叫我同講呀，生來係什麼嘢，個人講家下乜樣嘅，個通家下會打無痛分娩，哈，個講完年以後，哈，人家就可以啲醫院係3年。啲國外吧，記住某一天哦，冇聽錯，像大家國家冇乜強樣啦，因為哈，你講愛吃鹽供，佢會有助產士，哈，佢唔係講醫生來接生，哈，個叫做看某啲。要講怎麼講，這會比較血腥畫面一點哈。就講哎，得我供人家哈醫生會，哎呀，肯定影響嘅生哦。哎呀，得我家差唔多會想，哎呀咩客家模樣？哎呀，係啊，嘿，大家好啊。就講哎呀，得供家哈，啲台灣醫生會同傷口剪開來，哈，哎呀，得較好供，比較不會有撕裂傷。啲國外吧唔係冇。
事先同醫生講好參詳好，佢唔會同接。好，故所有時生完呢傷口就會較大，個青苔無窮樣吼，就會講，啲國外中環人家下吼，佢醫院護士會幫變闊變水，冇法做冰淇淋。啊，聽能就是止血係嘛？啊，對。對人來講吼，也係完全做唔得嘅呢。對，完全做唔得嘅第二件嘅，而就東方人咧想法係講，而就按嚟歐洲嘅血要排特這樣做的。跟外國人唔係，它是外科手術的概念，哈，就講而就手術完，而就強完人，哈，就像有隻傷口樣嘅當到血，而就要止血。故所呀，手法係無窮樣啦，動態無窮樣，故所係而就。東方人喺我做呢，我就做喺事先同佢講喺啲醫院吼，我本身病嚇冰淇淋唔做唔得食咯，吼，所以以後就我拍嘅血啦，吼，我排唔清，我較唔好，對，我係要像外國當到婦產科吼，叫做係24小時以內講完年就好賺嘅啦，係，出現咧。T 啲根本都冇辦法，就整件像凱特王妃樣嘅，安尼講完年就講嘅，安尼咱邊紅眼係賺嘅，哎呦，安尼就東方人嘅體質，佢冇辦法，奈唔好，所以啊，你起床啦？哎呀，肯定一下，嗰安尼因為亞段時間疫情嘅關係吼，啲國家安尼做嘢吼，要多人嘅副卡同佢做嘢嘛，安尼係唔係有請到冇方便嘅素材呢？應該講，就我較一聽我當生意啦，因為像我遐啲英國咪吼，就講一下例子來講，英國根本冇啲防疫嘅，冇人戴口罩，冇人戴嘴啦嘅，我當年安尼啲從嘅安尼款出去吼，冇看到，除了華人吼，我戴嘴啦嘅，其他外國人全部戴嘴啦嘅。不說一下你來沒唔是講做 PCR， 就你有打完疫苗就做的。不說我就像我就安尼自家做一講自重啦，吼，人本就講就啲照顧細人咧，好就盡量就唔出去。像我就公司我就係會同月蜜講，吼，一周年不管做1周年還是3周年，就唔出去，都唔得出去賣出來，因為。就有安尼觀念，外國人冇安尼觀念，好，故所就要出去嘅話轉來，一天沒有全身消毒，而洗過身，當做的難紅愛，因為紅愛沒有抗體啊，好，故所也一定就自己一定要特別注意，因為就係照顧屋企輕重要嘅小生命，好，我們一定要好好的保護它，也要保護好自己。係，講日擺係特別就講，幾位用人來做嘢，就啲台灣坐飛機來到英國同佢做嘢安尼。係啊。即係安尼聽講哦，坐飛機嘅時間吼，完全冇去上偏數啊。一下較賺嘅，因為一下吼，就台灣出去較安全，吼，就飛機上面較模擬，吼，就講一剎坐去下排安尼。好，就較模擬。不過就講轉去家下，就自家做較生意啦。以前疫情剛開始家下，正經來到月子媽媽啲飛機上面，唔敢食東西，唔敢去上邊手，好，個防護衣沒有做好，安尼。個有時到國家冇控樣，有時去到喺防疫計程車食，好，以為喺木坎人來食，都冇控樣。哎呀！我的客家妹哭了，冇簡單哦，咩咁強嘅嗬？無論啲台灣也好多國外，就同人嗬，同一個家庭、同媽媽、同ông愛全部照顧好，為到一個生命嗬來付出嗬，咩本意中上。係啊，因為希望佢哋好好照顧自家嗬，照顧人咩好好照顧自家哦。今次會想見你同人來連線哦。好，謝謝。還想呢今本日嗬啲節目當中嗬，聽到3位嘅分享嗬，你聽到講國內啦國外，其實觀念要當到冇窮樣，特別加上熱錢，連買東西可能是用技術做唔得出去買，咁樣係最健康、最安全嘅。喺上今日嘅分享來到呢一笪會，本大家好好來思考，下一擺
10個強生嘅時間，而現在哪度嘅放心呢？還有哪度專業嘅知識，其實都做得上面去查詢，還個做得讓你信任嘅機構，也係語言來聯絡哦。再次感謝新聞一道安子生，安子生，希望大家繼續收看，邀請大家點解其實睇你線上來做運動了，希望大家長來了。喜歡福喜來嚟節目嘅朋友，記得來你點讚、聽下個電視台嘅片頭，還個愛分享出去哦，希望大家。